2026年动漫电影市场迎来了一片利好，许多经典动漫 IP 都宣布推出新系列电影，这让广大动漫迷们心中充满期待。那么最新上映的动漫电影有哪些？2026年最新动画片哪部好看？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6年最新动画电影排行榜，既有正在热映的动画佳片，也有正待上映的动漫新片，一起来了解下吧。舒克贝塔之微缩人类。舒克贝塔之微缩人类是由杭州童话大王影视有限公司备案的动画影片，编剧为郑亚奇。影片改编自童话大王郑渊洁的 IP， 由郑亚奇执导，是舒克贝塔系列第2部院线大电影。2025年12月23日，电影定档2026年1月24日上映，并发布定档预告。影片讲述鼠王获得微缩人类技术后建造梦想岛，企图缩小并囚禁魔方市市民以夺取城市。舒克贝塔因运送乘客卷入阴谋，最终破除鼠王计划，拯救市民。奇迹梦之队。奇迹梦之队 GOAT 是由 Terry Dillehay 执导，斯蒂芬库里担任制片人的美国动画电影，于2026年2月13日在北美上映，由制作蜘蛛侠纵横宇宙的索尼动画团队打造。影片联合导演为 Adam Reset， 编剧包括亚伦布克斯鲍姆和 Teddy Riley， 配音阵容涵盖凯莱布麦克劳克林、加布里埃尔尤尼恩及库里本人。影片讲述了面对充满大块头猛兽的凶险赛场，梦想成为职业球手的小山羊威尔，能否打破规则与偏见，创造自己的球场传奇的故事。哆啦 A 梦新大雄的海底鬼岩城。哆啦 A 梦新大雄的海底鬼岩城是哆啦 A 梦系列 2D 动画电影的第45部作品，是1983年电影哆啦 A 梦大雄的海底鬼岩城的重制版，改编自同名漫画。该片由石岛哲生执导，村山公担任编剧。该片于2026年2月27日在日本上映。合离变身计划。合离变身计划是由丹尼尔·钟执导，丹尼尔·钟、杰西·安德鲁斯编剧，佩珀·柯达、乔恩·哈姆、鲍比·莫尼汉参与配音的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3月6日在美国上映。合离变身计划讲述年轻女孩美宝为了探索动物世界，将意识上传到一只机器海狸体内，后来她结交了海狸王国的国王乔治，他们联合动物击退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计划的故事。巴黎绽放的星星。巴黎绽放的星星是由谷口悟郎执导的动画电影，于2026年3月13日在日本上映。本片以20世纪初的巴黎为舞台，讲述2位少女追寻星辰的故事。梦想成为画家的富世子与最新芭蕾的千鹤在横滨偶然相遇，命运指引下2人重逢于法国巴黎，各自追逐梦想。花绿青绽放之日。花绿青绽放之日是由四宫一俊编剧并执导的日法合拍动画电影，于2026年3月6日在日本上映。影片由秋元丽久、古川琴音、入野自由等配音，美术指导马岛亮子曾参与你的名字、铃芽之旅等作品制作。四宫义俊因担任新海诚多部作品画师而受业界关注。故事聚焦于面临拆迁的百年烟花厂带刀烟火店，少年带刀金太郎为完成父亲遗留的幻之烟花手破离，坚守工厂4年。在拆迁前夕，他与重返故乡的青梅竹马勋共同探寻古老蓝色颜料花绿青，试图揭开失落烟花记忆的秘密，并制定计划阻止工厂消失。剧场版暗杀教室大家的时间。剧场版暗杀教室大家的时间是暗杀教室动画系列最新推出的剧场版作品。该片于2025年9月8日全球同步公开特报影像及先导艺术概念海报，并确认将于2026年春季档期3月20日正式登陆院线，延续原作中闷秋中学3年一班师生对抗神秘生物杀老师的核心叙事框架。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是名侦探柯南电影版第29部作品，由连井隆弘担任导演，大仓重裕负责编剧，菅野佑吾负责音乐。高山南、山崎和加奈、小山丽也、泽城美雪、三木真一郎、神奈延年参加配音，于2026年4月10日起在日本上映。该作讲述江户川柯南和秋元千素追踪目的不明、横冲直撞的车辆的故事。舞台是举行摩托车庆典神奈川摩托车节的横滨港未来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
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是亚伦霍瓦斯、迈克尔杰勒尼克执导，马修福格尔担任编剧，克里斯帕拉克、安雅泰勒乔伊、杰克布莱克、查理戴、吉甘麦克尔凯、布利拉尔森等参与配音。照明娱乐公司任天堂制作的动画电影。该片定于2026年4月3日在北美地区率先上映，4月24日在日本上映。影片为超级马里奥的第2部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玩具总动员5是由安德鲁斯坦顿、麦肯纳哈里斯联合执导，安德鲁斯坦顿编剧，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于2026年6月19日在北美上映。蒂姆·艾伦、汤姆·汉克斯等元老配音演员回归，分别饰演巴斯光年与胡迪。影片聚焦牛仔玩偶翠丝，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li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探讨传统玩具面临数字时代危机的故事。该片首次引入格雷塔里配音的智能平板角色，柯南·奥布莱恩加盟为训练玩具配音。